一名19歲女子涉嫌拍片鼓勵香港居民參與投票，已成立名為香港議會的組織，被控煽動罪，被告承認控罪。案件今日13號於西九龍裁判法院判刑，裁判官接納其在前男友影響下犯案，但其拍的宣傳片至今已累積觀看數多達90萬次，對在華人受眾中宣揚香港議會的主張有實際貢獻，最終判其囚1年。被告南非19歲，報稱無業，被控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。辯方今提供了一封男手寫的求情信，亦指男對判刑感到害怕，但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，更強調男是受到當時的男友影響下犯案，並於案件初期已認罪，而他的家庭成員亦有到庭表示支持。裁判官判刑時指，男在案中角色僅為拍宣傳片，且其只為經濟利益而參與，他沒有在該選舉中投票，也沒有加入香港議會，相信他現已真誠反省。而以男積極鼓勵他人投票及出現在展示香港獨立等標語的相片中，已可被視為其認同香港議會錯誤且激進的意識形態，而其所拍的宣傳片至今已累積觀看數多達90萬次，對在華人受眾中宣揚香港議會的主張有實際貢獻。裁判官接納男被遠較其成熟的前男友37歲，影響甚至操控，續將26個月作量刑基礎。裁判官亦表示，由於香港議會在海外成立，目的為在全球散播針對中國的敵對情緒，案件中存在境外因素，因此構成加刑因素，在量刑基礎上將增加2個月刑期。由於男在案件早期認罪，將給予1/3的刑期扣減，最終判其囚12個月。案情指，鼓吹港獨的香港議會發起人袁弓夷於本年4月及5月在 YouTube 發布2段香港議會選舉的宣傳片，當中男煽動港人參與投票，並解釋投票方式。他於本年7月被捕，其手機中存有本年4月向一名人士傳送煽動對方投票的訊息，亦有被告及林千鑑間的訊息，內容包括上述影片及連結，和顯示兩人手持黑紫荊旗和港英旗的照片。男在警戒下稱嗰2條宣傳片係我前男友林千咁叫我拍嘅，佢同我講拍片冇事，唔係犯法，每次拍片仲俾咗加幣100俾我。